乡亲啊，咱就煞来看高嘉瑜这粒已经困10年的枕头，是引发到真侪人的讨论。这个卖被单的头家讲哦，这种已经困到反黄的枕头，就算讲你去弄迄个清气的枕头布，内底也是真垃圾，会愈困愈无健康。啊，讲不管啥物款的枕头，3年到4年都爱换新，还有迄个枕头套，2礼拜一定爱洗一届。入去高嘉瑜的面前有这张风景相片，这粒反黄的枕头随变成焦点。湿气很重，它里面的水分很多，所以它发黄成这样。卖棉被卖枕头的人看到这粒枕头，讲这恐惊真罕的细，才会出现这款程度。继续搁开落去话，内面有真侪细菌，恐惊会愈困愈无健康。咱要安怎清洁甲保养？以市面上上平常4种枕头来讲，羽绒、化纤的、佮零加记忆枕，拢无建议用水洗。这标签拢写甲真清楚，唔通落水。除了破内面的材质，嘛有可能伫拍打过程中产生更加侪细菌。上好的方式就是较接切的，也是用吸尘器。真正一定要洗羽绒、零加记忆枕，千万唔通晒日头。它就很干燥，它就脆掉。脆掉的话，它弹性的话就跟你原本的是不一样。业者嘛建议讲，枕头用3-4冬都要换，就算无变形甲反黄，内面嘛有真侪细菌。它也会滋长霉菌啊什么的，尤其我们台湾又是湿气很重的地方，你家面很干燥的话就是这样。除了内里枕头笼，嘛要记每2礼拜洗一摆，较袂讲困了袂安稳，佮上健康。